從穿繩路徑看單顆貔貅手串的功效邏輯一個基於傳統寓意的結構性反思，一個被忽略的基本問題。貔貅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被視為只進不出的招財神獸，其核心特徵是有口無肛，這個生理設定是所有招財寓意的基石，財富吞入後無法排出，因而得以積聚。然而，當貔貅被製作成手串上的珠子時，一個根本性的矛盾便出現了。手串需要穿繩，穿繩必然要在貔貅身上打孔，打孔之後，這隻貔貅還是無肛的嗎？如果有了孔洞，那只進不出的邏輯還能成立嗎？以下我將從穿繩路徑的幾種可能方式，逐一分析其功效邏輯，並說明為何這個看似細微的工藝細節，可能從根本上顛覆了貔貅的傳統寓意。一、核心前提：貔貅的功效來自封閉性。在傳統描述中，貔貅的身體是一個完整的閉合系統，嘴巴是唯一的入口，且沒有排泄器官。所有被吞入的財富、運勢都被儲存在體內，無法外。這個封閉性是絕對的。一旦身體表面出現任何孔洞，哪怕很小，哪怕事後用東西塞住，就等於開了氣口。從邏輯上講，一個有孔的容器是無法保證永不流的。因此，判斷一隻貔貅是否保留傳統功效的首要標準，就是看它的身體是否完整無孔。這是接下來所有討論的出發點。二、穿繩路徑的幾種可能及其邏輯後果。假設手串上只有一顆貔貅造型的飾物，其餘為普通圓珠，繩子必須從貔貅身上的某處穿過。常見的開孔位置有以下幾種情況：情況一，從嘴巴穿入，從肛門或尾巴根部穿出，這是最常見的做法。因為嘴巴和肛門正好位於身體的兩端，打孔後穿繩最順暢。物理結構上，這等於在貔貅體內形成了一條從口到肛的直通隧道，寓意後果是原本只進不出的封閉系統變成了前後貫通的管道。財氣從嘴巴進入後，沒有任何阻礙地從肛門流出。更麻煩的是，這條隧道還與前後珠子相連。前一顆珠子的能量可以經由肛門進入，嘴巴流出，再進入下一顆珠子，整條手串變成了一條能量傳送帶，而非財富儲存器。貔貅在這裏扮演的角色不是聚寶盆，而是導管。情況二，從肛門穿入，從嘴巴穿出，這種做法相對少見，但邏輯上同樣存在。物理結構與情況一相同。只是一條方向相反的貫通隧道，寓意後果比情況一更荒謬。財氣從肛門本該是封死的地方進入，從嘴巴唯一的入口流出，這完全顛覆了吞納的含義，變成了先後收，或者更直接地說，是把貔貅變成了一個先從後面吸收，再從前面吐出來的荒誕形象。情況三，繩子從同一側穿入穿出。例如嘴巴側面打兩個孔，形成 U 型通道。這種做法試圖避免前後貫通。物理結構是在貔貅的同一端，如頭部打了兩個相鄰的孔，繩子進去要一圈再出來。寓意後果是，雖然沒有口肛直通，但仍然在貔貅身上製造了兩個洞口。傳統觀念中，神獸的身體是不容許隨意開動的，任何一個洞都是漏財口。兩個洞等於漏了兩次，而且繩子進入後又立即出來，能量剛進去就要了出來，根本沒有被鎖住的可能。小結，無論哪種穿法，都破壞了封閉性。以上三種情況，沒有任何一種能維持貔貅身體的完整無孔。只要打了孔，無論孔在哪裏，無論繩子怎麼走，封閉系統就不復存在。這是物理結構上的事實，與繩子材質、孔徑大小、是否開光無關。三、幾個常見辯解為什麼說不通。有些人可能會提出一些說法，試圖為穿繩貔貅保留功效。我們來看看這些說法為什麼站不住腳。有人會說，繩子穿過去之後，洞口被繩子填滿，不就又封閉了嗎？
這個說法忽略了兩個問題。第一，繩子與孔壁之間不可能做到絕對密封，即使肉眼看不見縫隙，微觀層面的間隙依然存在。傳統觀念中，財氣、能量被認為是無形無質的，可以穿透看似緊密的接觸面。第二，繩子是柔軟、可移動的，佩戴手串時，繩子會因手腕活動而在孔內微微轉動、拉扯，每一次活動都可能產生新的空隙。一個需要時刻堵住才能勉強維持封閉的系統，本質上就是開放的。也有人會說，開光之後，法力會把孔洞封住，不影響功效。這涉及到信仰層面，我無意否定開光的效力，但從邏輯上講，如果法力能夠封住一個物理上真實存在的孔洞，那為什麼不直接製造一隻沒有孔的貔貅？更合理的推測是，開光是在賦予器物精神能量，而非改變其物理結構。一個有孔的容器，開光後依然是有孔的容器，就像一個有裂縫的碗，僧人加持後，它依然是有裂縫的碗。還有人會說，只要佩戴方法正確，比如戴左手、諸數吉利，功效就會發揮。佩戴方法、諸數、左右手等，屬於使用規範的層面。這些規範的前提是器物本身已經具備了正確的結構。如果結構本身就是矛盾的，一個有孔的貔貅，那麼在正確的使用方法也無法彌補根本缺陷。你不能指望一輛沒有輪子的車，因為你正確地坐在駕駛座上就能開動。四、手串的圓環結構會加劇問題。即使退一步說，我們假設貔貅身上的孔洞可以被忽略，手串本身作為一個閉合的圓環，還會帶來另一個問題，就是能量循環。假設貔貅珠子的繩路是從嘴巴到肛門，情況一，那麼能量流動路徑會是這樣：財氣從貔貅嘴巴進入，然後從肛門流出，進入下一顆普通珠子，穿過幾顆普通珠子之後，再從繩子的另一端再次進入貔貅的嘴巴，然後周而復始，這形成了一個封閉的環路。財氣沒有被鎖在任何地方，只是在手串內部無效地兜圈子。普通珠子沒有吞納功能，它們只是繩子的延伸。最終的結果是，財氣既沒有被儲存在貔貅體內，也沒有傳遞給佩戴者，而是在手串內部循環消耗。這就像一個水桶，底部打了個洞，然後用一根管子把流出來的水再接回桶口，水永遠在循環，但桶永遠裝不滿，這與只進不出、積累財富的寓意完全背道而馳。五、為什麼市面上依然大量存在這樣的產品？以上分析似乎指向一個結論：從傳統寓意來看，市面上絕大多數穿繩貔貅手串已經喪失了只進不出的核心功能。那麼，為什麼它們依然被大量生產和購買？我認為有以下幾個合情合理的原因。第一，消費者心理需求大於邏輯審查。多數人購買貔貅手串是為了獲得一個招財的心理暗示和安慰，而非嚴格遵循風水法則。他們願意忽略穿繩孔的存在，因為大家都這麼大，或者大個心安。第二，商家有意或無意地迴避了這個問題，很少有商家會主動告知顧客這貔貅打了孔，所以沒功效了。相反，他們會用開光、加持、佩戴方法正確就能發揮作用等相對模糊的說辭來回應質疑。這並非惡意欺騙，更多是一種行業慣例。第三，傳統理論與現代工藝的妥協。在古代，貔貅多為擺件或印章，沒有穿繩需求。現代人喜歡佩戴飾品，於是工匠們在沒有重新審視寓意的情況下，直接將擺件縮小、打孔、穿繩。這是一種為了形式犧牲功能的演化，但市場接受了這種演化。經過以上推演，我個人的看法是，如果一個人嚴格依照傳統傳說來追求只進不出的財運效果，那麼他應該選擇無孔的一體成型的貔貅擺件或吊墜。
且確保固定方式不產生新的開口，而非穿繩手串。這並不意味着佩戴貔貅手串是錯誤或愚蠢的行為，它的心理安慰作用、裝飾作用、文化記作用依然真實存在。很多人戴的是喜歡和心安，而不是真的指望它產生超自然的財運。這種需求完全合理，值得尊重。我只想指出一個結構上的事實：打了孔的貔貅，從物理和傳統寓意的角度來看，已經不是傳說中那隻只進不出的貔貅了，它更像是一個帶有貔貅造型的普通飾品。兩者之間有區別，但這個區別對每個人來說重要與否，見仁見智。我的上述分析必然有疏漏之處，例如不同風水流派對能量通道的定義可能不同，某些特殊材質如特定木料、礦石是否具有阻斷能量漏的特性，我無從知曉。又或者某些高僧大德的開光儀式是否真的能在精神層面修補物理孔洞，這也超出了我的認知範圍。因此我誠懇地歡迎任何人的指正與補充。如果你有不同的見解，或親身經歷過穿繩貔貅帶來的正面效應，我非常願意聆聽並學習。畢竟關於風水、能量、運勢這些事本就沒有絕對的科學證明，更多的是基於傳統經驗與個人信念的推測。再次感謝你給我這個機會，從一個最基礎的角度重新審視這個問題。這是一次極其寶貴的思考訓練，如有說錯之處，懇請你不吝賜教。